2005年，伫咧世界各地有发生各种天灾。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就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回顾。头起先是美国加州，1月时洛杉矶火烧山造成29个人死亡，18000栋厝受损。这损失的金额是超过2000亿美金，是目前上悬的纪录。也7月的马德雷大火，火势是炭烧超过3万公顷，甲规大片的草坡拢总烧了了，真做是加州今年上大规模的野火。再来看3月，伫咧缅甸中部发生规模8.2、深度敢若10公里的强烈侵占大地震。苏当时超过5000人罹难，4000人受伤，就连附近的国家嘛受到影响。亲像泰国的曼谷，就有一栋长咧施工的大楼倒起，造成8个工人死亡。缅甸的军政府也喊得请求国际的援助。刷落是日本，为今年4月到11月这半年的时间，互嫌攻击着伤的人就有196人，其中有13人死亡，这是有史以来上界这纪录。而且大多数拢是集中伫咧北部，也因为气候暖化，咸过冬的时间缩短，这活动的空间是愈来愈往市区去，所以拄着人的机会就增加。这款的状况，明年恐惊是会更较严重。也若讲到香港，伫咧11月底，鸿福苑大楼的这场火灾，当地时间列作5级火警。这事关原因就是工程用过防护网，无用到防火的材质，这火势才会炭甲遐尔紧，造成至少160个人死亡。香港政府即马是已经下令，甲所有工程的防护网拢总爱拆掉。同款是一个亚洲，咱换来看东南亚这边的水灾。小连续出现的热带气旋甲风台，是造成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等国家上大雨和土石流，目前是已经超过2000人死亡，数百万人有路无厝。除了极端气候的影响，这人类对土地过度开发，嘛是这届地势灾情更较严重的原因之一。伫咧世界各地，其实逐天拢有天灾发生，了解应端，做好修复、规划防灾，才是上重要的工作。做伙来看台语台的专题报道。经小饼性命拍火，11月2日，香港大埔鸿福苑社区大楼着火烧，上无161个人死亡，会使讲是香港活80年来上严重的火灾。这牵涉真侪人为疏失，亲像火警警铃未弹、应急防护网未动火等等。建筑消防法规和都市安全等等的问题，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I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view to reform the building work system and prevent similar tragedies from occurring in the future. 2025年也有未少天灾，缅甸第3月大地震5000多人死亡。1月美国加州洛杉矶发生大规模野火，烧开18万的居民。因为气候干燥，佮透火烧风火是真恶拍花。1个月后，灾区佮改上大水、雨涨大水，极端气候嘛发生伫咧东南亚。12月初，热带气旋索亚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斯里兰卡涨大水，水崩山，上无1600多人死亡，灾民超过1100万人。这是泰国10年来淹甲上严重的一届。斯里兰卡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尼有环保团体认为是政府对自然生态管理无好势才会这严重。Bencana ini murni bukan hanya karena faktor alam, memang karena bukan faktor alam, tapi karena bencana ekologis salah tata kelolanya pengelolaan sumber daya alam oleh pemerintah. Wali Sumatera Barat telah melakukan perhitungan di Provinsi Sumatera Barat terkait dengan hutan yang hilang. Di rentang tahun 2001 sampai tahun 2024, ternyata hutan kita hilang seluas 320.000 hektar hutan basah. 另外，日本也有嫌攻击人的情形。自4月至11月的死伤统计，有220人受到攻击，13人过身。日本捕杀嫌的数量要上万只，这嘛超过历史的記録。食べ物を探して里に降りてきたら、ちょうど境目のところに柿の木とか栗の木もいっぱいある、農作物もいっぱい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もう覚えてしまった熊がまた降りてきて、でそこでいっぱい美味しいししっかり食べて、ところが人間が全然あんまり怖くないと。
反撃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のは分かるんで、ますますこうやってき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有专家分析，可能是日本农村人口减少，森林和人类活动的界线变含糊，加上山林恶吹者限制到人类开发的空间活动。不过，无论是生态平衡、气候治理，还是都市规划，拢牵涉社会的人性建设和百姓的安危，这嘛是未来全球的议题。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